讓民意飛，反惡法要放飛機啊！收嘢啊，林世榮！收嘢啫！哇，掟旗都仲有啊！掟民主黨！喂，有飛機上咗2樓啊！真係上到去㗎！俾心機！ 2000人嘅聲音，2000人嘅民意掟晒入去，班官同保皇黨唔知聽到幾多啦。人民力量1連3日包圍立法會，頭炮尋日挨晚開始啦。林公公，林公公，反對惡法，抗爭到底嘅話，咁我點解唔嚟啊？林瑞麟一定要負責，因為佢亂咁講嘢，亂咁成話我哋支持佢嘅係錯嘅，完全係錯嘅呢樣嘢。無條件撤回惡法，無條件撤回惡法。林公公引咎下台，林公公引咎下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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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台。雖然何秀蘭代表泛民話唔會鼓勵市民參加咋，但係公民黨一樣嚟撐場啊！我係好擔心係市民已經到咗心死嘅地步，所以咧我就話哀莫大於心死。但係22萬人上街咧，證明我哋心未死，所以我再一次呼籲大家反惡法，反惡法，反惡法！現場唔止叫口號㗎。接住人，亦將人係狗，叫你被主人捉狗，將擦鞋機擦鞋狗，大口胡點知漏口，做咗1次牽手啊特首，你係點樣狗養埋基咁叫不難教啊！我哋再嘅 freak 其實未到挨晚，已經陸續有市民嚟到㗎啦。雖然落過幾場大雨，但佢哋堅決留低。唔單止影響咗我哋而家，仲影響緊我哋將來咯。係啊，所以其實我哋出嚟係因為我哋係香港人。共產黨9路財，共產黨9路財，林瑞麟馬上下台，林瑞麟馬上下台。社民連300人由皇后像廣場上到花園道，準備去禮賓府。有人成功突圍，300個警察將佢哋重重包圍。佢哋留咗陣，焚燒呢一個林瑞麟同埋曾蔭權嘅印象，撤回方案，撤回方案，林瑞麟下台，林瑞麟下台。喺警方包圍下，去到禮賓府門口示威之後離開啦。